唔好喺剛需嘅盤入邊咧去買改善大戶型，要揀就要揀喺改善盤入邊咧去揾剛需細戶型。而家買樓咧，思維同眼光先至係最重要嘅。如果你搞通呢條底層邏輯咧，揀翻嚟啲樓基本咧就唔會踩大坑啦。新房同二手絕大部分咧都逃唔開呢個規律。我濃縮成咧一句口訣啦，打算買細戶型，咁就要睇翻小區入面大戶型嘅佔比佔到幾多啦。咁如果你準備買大戶型改善咧，反而就要睇翻小區細單位嘅佔比。一時聽唔明咧，好正常，好多人都唔明白開發商起樓嘅套路，亦都唔明白以後二手房好唔好賣嘅門道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同你講透佢。呢條片咧認真睇完，價值咧比你加幾十個中介咧仲要高。開發商咧一開始規劃地塊咧，如果一個樓盤大戶型佔多數，咁呢個盤嘅定位就一定係瞄準改善買家。大單位咧總價高，貨值大，但係想買呢啲屋嘅人咧唔多，而且改善客咧係最挑剔嘅。園林啦、公區啦、用料啦、交樓標準啦，樣樣都要高。開發商淨係靠吹水畫大餅，根本就吸引唔到大客戶落訂，所以咧只能夠拉高成個小區嘅建造標準啦。咁呢種以大戶型為主嘅小區咧，入邊少量嘅細戶型就係大家執筍嘅機會。舉個例子啊，嗱，奇關悅來成個小區12棟樓，540套單位，106、123平方嘅細單位咧，淨係得62套，佔比咧大概11%，其餘咧全部都係啲148啦、151啦、166啦，甚至接近200平方嘅大戶型。大家都見到啦，佢嘅園林配套、施工標準、交樓規格落足重本，唔提高品質咧，根本吸引唔到改善客戶啊！咁響呢啲盤買細戶型咧，等於就用平民價享受到改善盤嘅全套配置，絕對係着數嘅。調翻轉嚟講，如果一個樓盤主力咧全部都係細戶型，大戶型好少，嗱，比如100方左右嗰啲細單位佔到80%，140平方以上嘅改善單位咧，淨係得20%左右。咁開發商咧定位一早咧就係做呢啲剛需盤啦。剛需買家咧最睇重嘅就係價錢，敏感度咧特別高，開發商咧唔會願意落重本去提升用料同埋配套。一旦成本拉高咗，售價就要跟住向上升啦。咁客源咧就直接走晒啦。所以各樣設施用料盡量咧都會壓縮開支。再舉個大家比較熟悉嘅例子，東區嘅寶龍城，東區大型社區24棟2000幾戶單位，主力咧全部都係啲剛需細戶型，而家1萬蚊起步，靠低價走量。大家實地去睇咧，成個小區嘅整體品質、交樓效果，大家心入邊有數，道理就係咁簡單啦。剛需盤入邊就要去買大戶型，就會非常尷尬，我就唔建議大家咁樣去操作啦。再延伸講下二手流通同房價嘅問題。一個小區咧，二手單價好多時候咧係由最細嗰個單位決定嘅。細戶型咧換樓周期短，好多年輕人咧住幾年咧就要置換啦。如果一個小區入邊細戶型佔比極高，日後二手放盤量咧就越嚟越多啦。放盤競爭就會大，業主咧就只能夠降價出貨，不斷咁拉低成個小區嘅均價。如果你買咗呢種小區嘅大戶型，日後咧想放出去，價格咧就好難升翻上去啦。賣屋嘅時候咧就相當頭痛啦。仲有更加難受嘅一點係咩呢？買改善大屋嘅朋友，除咗想享受小區嘅配套、物業管理，都希望圈層更加純粹。但係小區不斷有大量剛需細戶型流轉，頻繁更換業主，慢慢咧入邊嘅人群啦、氛圍啦，會同你當初預想嘅就會相差好遠啦。調翻轉啦，如果一個小區細戶型稀少，主流咧全部都係啲大單位4房起步，前期規劃建造標準自然就會更加高啦。小區圈層咧相對就比較穩定，二手放盤嘅數量就唔多啦，房價咧先至守得住。最後咧再同大家總結一下，想買細戶型，重點咧就睇翻小區嘅大戶型佔比；而想買改善大戶型咧，就一定要留意小區細戶型嘅佔比啦。唔明白嘅朋友可以收藏反覆睇，覺得有用咧，記得關注我啦。